接下来这20天的调整哦？其实他们比较没有大的，然后像现在我们只要少 Q， 基本上像耀中可以守到全一样，基本上是可以，或者是借个去守，然后换掉上，其实中锋上我比较不担心，但是锋线上可能我们就要比较积极的去做一些投手的动作，因为他们基本上这个球队是以外线为主，以快中为主的，所以我们可能在防守上换人的方向就是会比较多一点。然后他们球队也是都是全换，所以其实有一些 mismatch 我们最近都有在练，也有在改变。那可能现在可能球还送不太进去，所以基本上我们还是会针对他一些进攻跟防守去做演练。那个，其实球队目前前面这场比赛前6连败了，那球队面对这一场很关键的比赛，你有做怎么样一个调整？其实一直来讲，我这球队比较嫩，他的都是心态的问题。那假如说在心态上，就像上一场我们输很多，其实大家都看得到，是我们球员被打慌了，被打闷了，变成进攻上会出很多问题。那在比赛前，我只是说态度一定是要出来，但是比赛过程被打慌了就慌了。但是我希望他们是互相去鼓励，然后让失误去减少，然后把心连在一起，我们才有机会赢球。没有的话，还是一样会一直输下去，因为我们的重心在 Q 身上，然后 Q 现在不在，那其实第4节对我们来讲是一个很大的伤害。那大家也知道，我们球队现在只有2个中锋，一个碰碰，然后现在 J 又受伤，变耀中去打。其实，林正跟施尧，其实说真的，他们真的比较嫩，然后在球场上的贡献不会不会这么大，但是我们是希望有上场机会，让他能多表现，然后可以进步。那印象最深刻的回忆的球，当然是卡达对志杰，跟志杰一起来。OK， 谢谢。当然是蛮震惊的，但因为其实，在某些时候我们的体能训练还是会在一起，那其实都会时常的去关注他身体的状况啊。那当然也知道说他身体状况可能就是脚伤复原的没有那么好，那也以为他还可以继续打下去。那很可惜，就是因为伤势的问题导致退休。其实是蛮 shock， 因为从我刚进到中华队的第1年，然后就跟他就是一起在场上这样练习这样，然后他那时候也是会特别照顾我，因为其实我们的位置算是相近的。那从他身上也学习到了很多关于篮球技巧的这一部分。这象征就是永远的少侠，从一个陌生队友，然后再享受对决，再来又变在中华队，然后又变成队友，又变成侠守临界，晋升又变成朋友，然后现在又变成很好的兄弟，我觉得这是很可贵吧。我大概是从15、16岁就跟他认识，一直到现在。一路上我们一起征战过许多国际赛，然后大大小小的比赛。然后其实磊哥他就是一个台湾从以前到现在为止就不可多得的人才。然后我觉得说能够跟他在同时代，然后可以跟他一起打球、当队友，然后一起对抗，我觉得是我这辈子我觉得蛮荣幸的一件事情。其实只要跟磊哥，在一起同队，不管是场上或场下，都还蛮多好笑的事情。因为磊哥基本上就还蛮个性，算是蛮搞怪的吧，就蛮好相处。但我记得第一次加入中华队的时候，那时候已经比完赛嘛，然后整个亚锦赛都已经打完，然后我们隔天就是要去机场，然后回台湾，然后前一天就是类似有点庆功，然后就是有喝一些酒这样子，然后磊哥就已经可能放开了吧，就很开心，然后直接在那个机场就开始跳起舞来，就觉得这学长还蛮有趣的这样子，跟我一般在电视上看到他那种比较篮球巨星的一面就是比较不一样，对啊。当然是蛮讨厌跟磊哥对阵到啦，但基本上不会是我手啦。对啊，但因为其实第一个磊哥的身材跟他外线优势，还有加上他的灵活度，
等等，我觉得在台湾几乎没有人可以匹配，所以其实守到他是相对的非常有难度的，因为你要守他外线，他要能切入，然后弹跳性又好，那你怕他进攻内线切入等等，他又有很好的外线手感，所以我觉得他其实是很难对付的一个对手。比较深的印象应该是我刚开始打 SBL 的时候，在对到打琴对到他的时候，被他一个底线的切入，然后被他一个侧扣，那时候我觉得是蛮惊讶的啦，就是第一次被偶像这样子第一步过了之后，然后被他扣篮这样。那印象最深刻的回忆的球，当然是卡达对志杰跟志杰一起来。OK， 谢谢。其实当下我在发球，其实自己也是还蛮紧张的，因为我怕就是球传的不够好。可是相信磊哥就是只要你传到那附近，磊哥应该就是交给他处理就好了。对啊，其实没想到他是用扣的，也太狂了吧，这场面都被他拿下。对啊，就是大家就觉得超兴奋、超爽的，然后绝杀对手这样子。我觉得那一次就蛮妙的，就是教练设计了一个战术之后，然后我们就说好，那杰哥出去发球，然后大家都很紧张，问说磊哥，那我们球怎么丢？杰哥说要丢哪里怎么丢？磊哥也是很潇洒的回一句说，这个角度我可以，你随便丢，我随便做。结果真的就是，对，就是发生了大家都印象深刻的事情嘛，所以我觉得就是还蛮酷的。我觉得这件事情对我来讲，就是常会亏他说哇，现在还能随便丢吗？现在随便丢他可能也没有办法，对啊。中华队以前的前辈在4号位这个位置已经把一个目标跟高度设定在那里。从磊哥加入之后到现在磊哥退役，磊哥已经把那些前辈设下的目标已经带到另外一个方向、另外一个层次去。磊哥，谢谢你为了台湾的篮球付出了这么多。磊哥，20多年的球员生涯真的辛苦你了，也恭喜你即将进入人生的下一个篇章。是时候该好好陪陪家人及可爱的小孩，有空多来球场看看大家。我们休息室的门还是欢迎你。